花式艺廊来看真出名的作家白先勇，多年来努力推广传统的戏剧昆剧。即个特别载着昆剧的新作品回到台湾，2月22、23、24、3天要伫台湾演出。为剧本到服装的设计，拢甲以前无共款。 潘金莲伫传统小说最后段被塑造为无守妇道的毒侠女，但是作家白先勇伫精心制作新版昆剧当中，要以现代角度替潘金莲平反。最后啊，他是不是悲惨的下场？我觉得其情可悯。虽然是第一，他是文学上很有名的淫妇，他也有权利，也有资格对他的爱情的追求。 自称是昆剧义工的白先勇，对昆剧喜爱之情，互伊对15当前开始发扬传统昆剧。2004年到2009年，前后制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甲《玉簪记》了后，会当讲带动昆剧的文艺复兴。我觉得昆曲它的美学的高度达到了普世的价值，一种是集体的文化觉醒，发觉原来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中有这么美的艺术，有这么美的表现的方式。 即马甲中国首届昆剧院合作，要伫2月份带3出经典昆剧的新版作品登台，除了有09年的《玉簪记》，佮加上描述白镜之前的白罗衫，以及大家常识的潘金莲。 将传统昆剧的经典之美发挥到极致，同时改编剧本融入现代思想，让昆剧脱胎换骨，以全新的含义吸引更加多少年人关注。